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！溫哥華全新大型商場 Orchard Mall 近日正式開幕，吸引大批市民到場參觀，人流絡繹不絕。商場其中一個焦點就係全新高端美食廣場 Time Out Market， 呢度匯聚超過20間本地知名食肆，開業以來一直都人氣高企，不少檔口都出現排隊人龍。美食種類亦相當豐富，由和牛漢堡、西班牙 tapas 到越南粉、泰國菜同墨西哥 taco， 幾乎涵蓋世界各地風味，為市民提供一站式嘅餐飲體驗。以上係 Orchard Mall 開幕嘅最新情況。不過，就喺呢個高端美食廣場開幕冇幾耐之後，網上竟然出現咗一個意想不到嘅討論焦點，就係一陣神秘嘅臭味。近日，有唔少市民喺社交平台表示，去 Time Out Market 時分嘅時候，聞到一陣非常濃烈嘅味道。有網民形容臭到好似係廁所食飯咁，而有現場顧客自言，就喺覆蓋人民食嘢嘅時候，覺得有啲反胃，甚至影響咗成個用餐體驗。咁呢陣臭味究竟係由邊度嚟嘅呢？經網民一輪追查之後，大家發現味道竟然唔可能嚟自一間新開嘅螺螄粉店。據了解，呢間螺螄粉店係由一位嚟自中國嘅婆婆經營。螺螄粉本身係廣西柳州嘅特色美食，以酸筍、辣湯同獨特氣味聞名。對鍾意食嘅人嚟講，呢陣味係香，但對唔習慣嘅人嚟講，就可能係一個巨大挑戰。咁呢碗係網上引起熱議嘅螺螄粉，到底係臭味炸彈定係隱藏美食？現場情況又係點呢？而家我哋即刻連線身處 Time Out Market 嘅前線記者裴天陽，睇下現場最新情況。大家好，我係美食記者裴天陽。今日呢，我嚟呢間餐廳呢，都想嚟食一下，佢嘅招牌螺螄粉。聽講呢，佢嘅螺螄粉係街坊之間呢都好有名，到底要幾好食呢？首先，等我哋採訪一下呢個婆婆。記者先生啊，我嘅螺螄粉就巴閉咯。當年我阿爺喺禾塘鎮嗰度開麵檔鋪嘅，咁樣咧，咁樣前年咧麵檔鋪無端端就得咗乜嘢2粒星嘅芝麻醬喎。哎呀，唔係好似唔知咩芝，好似米芝蓮醬，話好巴閉嘅，都唔知係乜。咁就阿溫哥華嗰個 Time Out唔知乜嘢咩公司啊，話要我去開鋪頭啊。挑咁遠水路，去得嚟啊，耍部硬慘咪得打爛咯。咁我講嚟講去，佢哋都唔去，咁佢就要大鑼大鼓咁樣擔把大轎請我去嚟咯。咁我咪嚟咯。嗰個螺絲滾嘅歷史就長咯。我祖先啊，在太湖邊開麵檔時，咁我有一日咧，嗰個衰人李白啊，飲醉酒個衰醉酒嗰日，都飲話肚餓，寫唔出詩。咁我祖先就整蠱佢咯，喺大湖邊嗰度留啲用西澤腳水嚟煮碗螺螄粉佢食。咁又啱啱冇側添皇后南遊行過，試咗碗話 No.1 喎。咁我整下，我哋咪出咗名咯。攞碗俾你食啦，個螺螄粉慢慢食啊嚇。哇，婆婆有冇搞錯呢？我要嘅係螺螄粉啫，點解俾我一碗螺螄筒粉呢？乜嘢啊？唔啱口味啊？哦。有2種螺螄粉啊！我嗰個普通嘅螺螄粉唔係我哋嘅出名嘅螺螄粉啊！我整碗俾你啦嚇，等陣啊嚇。真係一個好古怪嘅婆婆。經歷咗呢個小插曲之後呢，我呢亦係終於可以試到面前呢碗其貌不揚嘅螺螄粉啦。呢個呢就係婆婆屋企嘅招牌螺螄粉，入面有獨角、香好嘅花生、榨菜，仲有米粉同2大塊腐竹。當然呢，最重要嘅主角係酸筍。到底好唔好食呢？我而家食一下先。呢個螺螄粉真係好好食啦！多謝記者裴天陽喺 Orchard Mall 花返嚟嘅報導。喺眾多國際美食之中，呢間神秘螺螄粉店就意外成為商場最新焦點。雖然濃郁獨特嘅氣味吸引唔少食客慕名而來，但同時亦引起部分市民投訴，擔心會影響商場環境同其他顧客嘅用餐體驗。對此 Orchard Mall 方面表示，引入螺螄粉店係出於對多元飲食文化嘅包容，希望讓來自不同背景嘅消費者都
可以品嚐到家鄉嘅味道。目前為咗喺多元美食同商場環境之間取得平衡，店鋪同商場方面正積極溝通協調，希望一方面保留螺螄粉呢類具有地方特色嘅飲食文化，另一方面以兩個改善通風同氣味管理，保障其他顧客嘅用餐體驗。一碗螺螄粉究竟係令人退避三舍嘅臭味炸彈，定係自得一時嘅地道美食？如果係你又會唔會願意嚟 Oakridge Mall 親身挑戰一下啦？以上就係今次嘅特別報道，多謝收睇。